大家好，交易者通常都會結合多個時間框架嚟得到更準確嘅分析同更好嘅入場位。不過，如果你將所有交易概念都用喺從月線到更低嘅時間框架入邊，你嘅圖表好大機會會變成咁，又亂又唔好用。咁有冇辦法可以結合多個時間框架，同時又做到簡單清晰、真正有用又唔會令人混淆嘅分析呢？有嘅，呢個就係今集影片嘅主題。今日我哋會解釋咩係由上而下分析。點解佢哋重要？仲會同大家分享正確做法嘅技巧。睇完呢條片之後，你就會清楚知道點樣結合唔同時間框架，仲有點樣喺每個時間框架應用價格行為同聰明資金概念嘅。多謝大家，記得 like 同喺留言區分享你哋嘅睇法。咁咩係由上而下分析呢？由上而下分析就係由高時間框架開始睇圖，比如周線同日線，然之後再轉去細啲嘅時間框架。譬如4小時、1小時同埋15分鐘咧，咁樣可以做到更準確嘅分析。點解由上而下分析咁重要呢？由上而下分析之所以重要，因為佢可以幫你喺入市之前更清楚了解市場狀況。當你由高時間框架開始睇，可以清楚見到整體走勢同市場結構嘅重要位置，之後轉去低啲嘅時間框架，就可以揾到更乾淨嘅入市位，同時可以避免做啲同大方向相反嘅交易。簡單嚟講，咁樣可以令你企喺市場正確嘅一邊，減少唔好嘅交易，亦都可以令你對自己嘅決定更有信心。比如話呢度，我哋喺15分鐘圖見到一個好明顯嘅下跌趨勢，喺回調位做空單，睇落好似好順勢。不過如果我哋睇下4小時圖，就會發現價格已經到咗一個關鍵時刻，即係話價格好大機會喺呢個位置有反應。咁你就會開始懷疑做空單仲係咪好選擇？相反，呢度我哋喺1小時圖見到一個上升趨勢。如果我哋轉去日線圖睇，其實價格離下一個關鍵位仲有好多空間。所以當我翻轉去1小時圖，就可以好有信心開一個做多嘅交易，目標就係日線嘅結構位。第3個交易例子入邊，5分鐘圖見到價格一個橫行區，好似困喺一個箱入邊咁，向任何一邊突破都可能係下一步走勢嘅信號。不過如果我哋拉遠啲睇1小時圖，其實大時間框架嘅走勢係偏向牛市嘅，即係話我哋應該淨係專注做買入嘅，因為整體嗰個趨勢都係向上。如果價格跌穿咗呢個區間，反而好大機會變成假突破。如果價格再翻入區間入邊，我哋就可以揾合適嘅時間框架方向嚟做多入場機會。另一個交易嘅例子，我哋見到價格回調到供應區，但唔確定會唔會被拒絕，俾我哋一個做空機會。所以我哋可以縮細到低一級時間框架，增加交易嘅確認。一個好嘅反轉信號喺低時間框架下，就係等價格跌破趨勢線，或者等價格跌破之前嘅市場結構位出現性質改變，作為入場信號。之後我哋仲可以利用低時間框架尋找新嘅供應區，咁樣入市就可以更準確。以上例子都顯示，結合多個時間框架可以幫你分析得更清晰，入市位亦都會更精準。不過由上而下分析或者多時間框架交易嘅好處仲唔止咁少。但係呢個唔代表你一定要由好高嘅時間框架開始，比如月線圖咁樣，然之後將你識嘅所有概念都用上去。我哋要保持交易簡單，因為簡單可以幫我哋避免混亂，保持一致，做決定都會更好。咁我哋繼續講述聰明風險由上而下分析嘅技巧。呢個交易技巧係由高時間框架開始，包括週線同日線圖。主要嘅圖表分析會喺4小時圖同1小時圖進行。如果想多啲確認，你可以放大到15分鐘圖同5分鐘圖，但係呢部分係可選嘅。結合價格行為同聰明資金概念，呢個由上而下分析嘅目標就係找出真正嘅市場方向同關鍵位，揾到高質素區域，然後進入一個乾淨嘅交易。而家我示範一下點樣一步步喺價格圖表上應用。講正題之前呢，先同大家帶嚟最新優惠。而家到 Vantage 開戶，首次入金有50%回贈，最高可達$500，後續入金亦有10%回贈。立即上 Vantage 官網開戶，加入官方社群，更可以第一時間收到優惠資訊，或到訪 vantagemarkets.com。第一步，由週線時間框架開始。喺呢個高時間框架，我哋淨需要專注識別同標記市場結構嘅關鍵位。我哋用週線圖就即係做呢件事，我哋唔會喺呢度用其他概念。
因為冇需要，我哋主要交易嘅時間框架係1小時圖或者更細。我哋會標記呢啲位置，因為當價格接觸到佢哋嘅時候，我哋預期會有強烈反應。所以當我哋喺小時間框架操作嘅時候，要清楚見到呢啲位置。但係咩係市場結構位呢？市場結構位就係圖表上一啲重要嘅價格區域，市場之前喺嗰度曾經有強烈反應，每一個反應都可以視為市場結構位。不過有5個關鍵準則可以令一個位置更強。第一，曾經做過支撐同阻力。如果一個市場結構位之前又做過支撐又做過阻力，佢就更加重要。價格再次喺嗰度被拒絕嘅機會亦都會大啲。第二，離開該位置嘅走勢好急促。如果價格之前曾經強勁咁離開某個區域，代表呢個位置好重要。價格再次到達嗰度，都可能會有強烈反應啊。第三，多次被拒絕。如果一個區域多次被拒絕，代表交易者喺同一個位置反應咗好多次，呢個位置就更加重要。被拒絕次數越多，呢個位置就越強啦。但呢個唔代表一定可以再次守住，淨係當佢突破並且回撤之後，我哋先可以有信心預期會再次被拒絕。第四，轉勢點。轉勢點其實就係以前令到市場走勢反轉嘅區域，因為市場會覺得呢啲區域嘅價格太高或者太低，所以當價格再返到呢度嘅時候，好大機會會再有反應㗎。第五，近期得到驗證。近期得到驗證或者新形成嘅價位，通常都會引起好大反應，因為新鮮嘅價位一般都比舊價位強。而家你明白點解市場結構位會強同重要啦啩？我哋翻周線圖，喺圖上面標記呢啲位置。呢度有歐元對美元嘅周線圖，我哋唔想喺圖上面畫太多線，所以淨係畫咗接近現價嘅市場結構位。畫呢啲位置嘅時候，要記住應該放喺可以捕捉到最多觸碰次數嘅價位。你話喺觸身定觸心都冇所謂㗎。例如呢度，如果我淡樣畫呢個位置，淨係可以捕捉到2次觸碰。但如果我咁樣調整下，就可以捕捉到所有價格反應㗎啦。另外啊，要將呢啲位置當成一個區域，唔好當成一條好精確嘅線啊。記住呢一點啊。呢度頂部有個關鍵位置，多次都成為強阻力，所以我哋要將佢標記低。中間呢個關鍵區域多次拒絕價格，亦都做過支撐同阻力。所以我哋都要標記低佢，唔使擔心要畫得好精準啊。因為我哋之後轉到細啲嘅時間框架時，會再細緻調整呢啲位置嘅。最後啊，我哋喺底部畫上長下影線嘅頂端，當成另一個重要嘅周線位置。呢個就係我哋喺周線圖需要做嘅嘢，淨係標記關鍵嘅市場結構位置。等我哋分析細啲嘅時間框架嘅時候，就唔會盲中中操作啦。而家我哋轉到日線圖睇下，喺日線時間框架，我哋首先會根據日線嘅角度同 K 線去調整啱啱畫好嘅周線位置。之後啊，我哋會用唔同顏色畫出日線嘅關鍵市場結構位。淡做嘅原因係想我哋可以輕鬆分辨到周線同日線嘅位置。當我哋放大到細啲嘅時間框架時，因為時間框架越大，呢個位置就越重要。喺日線時間框架現價上方呢個位置，近期做過支撐，亦都做過阻力。而且價格離開嘅時候都幾有力，所以我哋都要畫出嚟。下面呢個位置喺細啲嘅時間框架明顯係一個轉折點，所以價格好大機會會有反應，我哋都要標記低佢。呢啲就係我哋從日線角度需要嘅全部嘢。我哋而家仲未用到其他概念，因為仲未到1小時圖，仲有段距離嘅。而家我哋轉去4小時圖，4小時圖就係我哋開始用嗰個重要嘅 Smart Money 概念嘅地方。市場方向不平衡，供應同需求區域仲有流動性水平。咁我哋繼續之前啦，不如簡單定義下呢啲概念。咁我哋就知道喺圖表上面要揾啲咩，同埋每一個概念背後嘅目的啦。第一點，市場方向。當價格出現1、2、3個動作之後，再突破嘅話，就代表有趨勢出現㗎喇。如果價格再一次突破近期嘅高位，就代表趨勢繼續。只要價格企喺最新受保護嘅波段低點之上，市場就仍然係上升趨勢。我哋對呢隻貨幣對都會保持看好。如果再有一次向上突破，我哋就會將造成今次突破嘅最低點認定為新嘅波段低位。同樣道理，只要價格企喺呢個波段低位之上，我哋都會繼續看好。但係啊，如果價格跌穿並且收市喺受保護嘅低位之下，就會形成一個性質轉變。性質轉變代表買家守唔住結構。而家賣家開始主導市場嘅呢個信號表示市場有機會出現反轉。第二點，供應同需求區。需求區就係圖表上面交易者之前入場嘅位置，導致價格出現大幅波動。
一般而言，我哋會將呢啲大幅波動嘅起點標記為供應區或者需求區，同埋預期當價格重返呢啲區域時會出現回落。不過有幾個關鍵因素會令到供應區或者需求區更強，包括市場失衡、結構突破同推動距離。所謂市場失衡，就係當價格快速脫離某個區域，因為買賣壓力不平衡。我哋可以透過燭台之間留下嘅公平價值缺口觀察到呢個現象。呢啲缺口顯示當時嘅價格供應或者需求不足，令到需求區變得更強。所謂結構突破，顧名思義，就係當價格向上或者向下突破咗之前嘅結構位。呢種情況顯示市場繼續沿住同一方向運行，買家或者賣家依然掌控住大局。呢個區域係一個強勢嘅延續點。推動距離，即係指價格離開呢個區域嘅距離。推動距離越遠，通常代表拒絕力度越強，令到呢個區域更加可靠。呢度有一個優質需求區嘅例子。近期呢波衝動走勢符合強勢區域嘅所有規則，佢造成咗合理價值缺口，打破咗之前嘅市場結構，同埋將價格推升到遠高於之前走勢嘅幅度。所以我哋可以將啟動呢波走勢嘅第一根蠟燭標記為需求區，或者係標記買家入場前嘅最後一根紅色蠟燭。如果價格回落返呢個區域，就會有做多嘅交易機會。第三點，流動性。流動性就係設置止損單同掛單嘅地方，佢存在於每次擺動嘅高點同低點之下。如果價格喺需求區上方形成流動性水平，則呢個需求區發揮作用嘅可能性就會增加，因為市場大幅上揚。同樣嘅道理都適用於供應區。當價格跌破呢個區域並觸發止損，然之後快速回升到呢個區間上方時候，就會發生有效嘅流動性搶佔。當出現呢種情況嘅時候，我哋會預期價格會向上推動。而家我哋已經解釋咗基本嘅聰明資金概念同點樣喺圖表上面應用，不如翻嚟睇歐元對美元4小時圖嘅例子。喺4小時圖上面，我哋可以清楚睇到一個上升趨勢，我哋可以淡樣標記突破位同擺動點。不過價格已經觸及咗一個更高時間框架嘅關鍵位，而呢個關鍵位有能力令趨勢放慢甚至逆轉。另外就喺現價下方有一個強勁嘅需求區，啱啱好同一個關鍵嘅周線位重疊。當價格觸及呢個區域嘅時候，我哋預期會有強烈反應，可以推動價格再向上。要交易呢個4個鐘頭需求區，我哋喺價格進入呢個區域時需要拉近到15分鐘圖進行確認。但係而家不如轉去1個鐘頭圖，同埋因為呢個先至係我哋主要交易嘅時間框架。喺1小時圖入邊，我哋睇唔到有明顯嘅趨勢。市場嘅1小時結構中出現咗性格轉變，跌穿咗呢個位置。呢個信號可能預示住會有反轉，但係大家都知4小時結構始終係偏牛市嘅，而且價錢下面有個好強嘅需求區，所以而家最明智嘅做法就係靜靜觀察下先，睇下邊一邊會執到主導權。如果價錢跌穿4個鐘個區，供應就會壓過需求，咁樣嘅話1小時同4小時結構就都會變成熊市，我哋就可以放心揾做空機會噶啦。但如果價錢喺4小時需求區反彈，仲突破咗日線結構嘅話，咁樣嘅話1小時同4小時結構就都會變成牛市，我哋就可以放心找做多機會噶啦。而家大家睇到啦，經過好多次嘗試之後，價格終於跌破咗需求區，而家供應主導緊市場，4小時同1小時結構都係熊市，所以我哋可以揾做空嘅機會啦。我哋一齊標記突破位同供應區啦。就喺呢度，呢啲等高位置我哋都可以標記低，佢哋會作為流動性水平㗎，但就創造出一個好嘅交易機會啦。如果價格回調到呢個供應區，就會俾我哋一個入場機會嘅。有一次出現咗突破之後，又形成咗一個新嘅供應區，我哋可以繼續做空，直到價格到達下一個重要水平為止。各位朋友，今日嘅分析就到呢度啦。希望今次嘅分享可以幫到大家將聰明資金概念同埋多時間框架分析結合起身。如果大家鍾意呢條片，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啦。下次見。